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正迪。今天在这边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，也就是在2016精致客家大戏巡演《日落大爱》，我在这边呢要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其实这部戏我在几年前其实我就看过这部戏，然后它经过多年会有不一样的表演方式，然后一样是用戏曲的方式表演，可是会做很多不一样的改变，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今年的《日落大爱》的演出。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，就算你是闽南人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观看《日落大爱》。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期待，然后看完的时候可以了解，也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客家精神是什么。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《日落大爱》。